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收睇南方東英嘅產品特輯。咁今集咧繼續同大家分享多少少我哋個股共反產品嘅最新情況咧，同埋市場上面嘅焦點㗎。咁我哋見到今朝早咧，港股咧其實翻嚟唔差嘅表現，出現一個技術性嘅反彈。一啲77開頭兩倍睇好嘅工具嚟講咧，譬如話7766啊、7788啊、7799啊，即係 Tesla、Nvidia 同埋 MicroStrategy 兩倍睇好嘅工具嚟講咧，就最受市場上邊嘅關注啦。而表現方面啦，亦都有升近2成到3成啦，有啲甚至升到3成半啦，咁啊非常之誇張。咁而成交方面，頭半個鐘啦，呢3隻產品嘅成交方面啦，已經去到成700萬嘅港紙啊，咁啊非常之活躍啦，同埋好多投資者就用呢工具博短線上面嘅一啲嘅反彈，同埋一啲嘅股票上面嘅一啲嘅升幅咯。咁我哋睇翻琴日4月7號最新嘅一啲成交情況啦。咁9隻個股共反產品嚟講咧，加埋成交金額咧就大概1.8億嘅港紙啦，成立以嚟嘅一啲嘅歷史新高㗎啦。咁啊〜美元嘅交易櫃台同埋港幣嘅交易櫃台咧就各佔一半。咁啊，而琴日嚟講，大跌市，恒生指數跌成3000點嘅時候啦，咁當然啦，投資者一啲嘅對一啲73開頭睇淡嘅工具咧就最受關注啦。咁 turnover 頭3名咧都係73開頭嘅，而第一名咧就係7366，就係 Tesla 兩倍睇淡嘅工具啦。成交方面超過6700萬港紙嘅。而第二咧就係7388，就係 Nvidia 兩倍睇淡嘅工具啦。成交方面就超過3300萬港紙。而第三咧就係7399，就 MicroStrategy 兩倍睇淡嘅工具。咁呢個成交方面咧，亦都超過2100萬嘅港紙啊。咁啊個策略嚟講就短線啦，即係好多投資者琴日可能去到中後段嘅階段時間咧，就已經開始做平咗一啲淡倉啦。咁我哋見到琴晚美股咧，譬如話納指咧就先跌後回升啦。咁啊，今日朝頭早翻嚟亞洲交易時段咧，一啲嘅股市嚟講咧，嗰個嘅都有一個升勢喺度。咁包括港股咧都有一個明顯嘅反彈。咁所以朝頭早流77開頭嘅工具咧，就特別多人去關注。譬如話7766啊、7788啊，即係 Tesla、Nvidia 兩倍睇好嘅工具咧，就特別多人去關注博市況上面單日嘅轉勢同埋反彈。咁所以大家就可以留意多少少呢啲嘅工具，做一啲短線嘅部署。咁今日分享去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